风台狂雷接近东部的海域，台东往来离岛搁红头树的客轮宣布讲，下晡开始到31停驶。今仔早起，离岛各中小营养午餐的业者嘛赶紧补货，离岛的渔民嘛赶紧固定渔船。透早绿岛就感受到风台外围环流，甲东北季风增强的风力。南寮渔港的渔民趁风台还未来，赶紧甲船仔绑好条。台东外海风影嘛愈来愈强，海涌一波一波拍开来护港的报花。往回绿岛甲南苏的客船，二八补队停驶一直到31。早起当地居民赶紧来坐船倒去处理，因为客船停驶至少会3天，离岛的物资嘛趁停驶进前赶紧载去。今麦开始涨了，因为连船休风台来休不了缸。基本上我们跑2趟完就停了，12点半以后就跑完了。绿岛各中小营养午餐的物资，透早嘛再去护港码头，要再去绿岛，避免风台影响海路的货运，学生囡仔无营养午餐通食。这个啊，这个绿岛，绿岛国小的，绿岛国小。风台豆豆挖进东部的海域，东部的离岛是头一个受到影响的，呼吁离岛的居民都要量早做防灾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